100萬嚟嘅，你叻嗰份就做嗰份，香港地冇時間俾你發夢。講者無心，聽者有意。程一言真係徹底睇透咗香港嘅生存法則。佢當初跟住曾劍橋香港打天下，但係好快就發覺喺呢度冇真材實料，人哋連你張名片都懶執入袋。於是佢攞住曾劍橋俾嘅100萬，自己出去自立門戶。佢借員工個名，一口氣開咗幾十間公司，再搞個互相擔保、偽造流水嘅局，向銀行呃大筆貸款。淨係1年時間，程一言就憑空做出300幾間企業，足涵蓋83個行業，硬生生搞出個加盟集團。跟住佢去股市天王，想拉佢上船。股王一開始係唔肯嘅，點知程一言竟然暗中滲透，搞掂咗金山大廈嘅管理層。股王見到佢咁有手段，即刻服晒，答應加入。而程一言就順水推舟，將張嘉文呢個員工推出去做擋箭牌。之後程一言用6個億買起成座金山大廈，轉頭就放風話有人肯出11個億接盤。消息一出，嘉文集團嘅股價即刻彈起。不過股王好快就識穿，原來根本冇呢個買家，即刻去程一言。其實程一言自己都心驚膽戰，如果唔到人接盤，嘉文嘅股價隨時暴跌。啱啱好曾劍橋出現，靠住曾劍橋，程一言終於搭通上流社會條線。有咗呢班人物，佢就唔愁唔到接盤俠。曾劍橋帶佢去識一班香港富商嘅二世祖，呢班公子哥心高氣傲，自然睇唔起程一言呢個不知從邊度彈出來嘅暴發戶。我頂你啊！搭咩台啊？即係你串我哋靠老豆啊？講笑啫，使唔使嚇到飆屎啊？我緊知你講笑啦！哇，面皮幾尺厚喎，抵你發啦！程一言忍聲吞氣，佢一早摸透咗呢班少爺嘅口味，投其所好，終於成功打入上流圈子。跟住佢借呢班富二代接盤，繼續推高嘉文嘅股價。程一言拍心口承諾，無論股價點跌，佢都會用10蚊兜底。有咗呢班二世祖撐場，嘉文股票一路飆升到9蚊。但金山大廈呢塊磚始終未甩得出去，於是程一言去香港最大銀行嘅太子爺，叫佢買下金山大廈。我老豆未死喎，我邊有咁多錢啊？不過太子爺再有錢都只係個仔，邊有咁多現金啊？程一言叫佢淨係用個名頭俾錢，仲承諾16億賣俾佢，再人用20億收購份，事後分30%利潤俾佢，近1億元嘅利潤啊，令個公子哥即刻失去理智。最終佢用16億8千萬買起成座金山大廈，嘉文集團嘅股價亦都一路飆到前所未有嘅20蚊。程一言亦被班股民捧做金手指。